感恩台长，感恩观众菩萨。你把收音机关轻一点问题，收音机关轻一点，台长就是快醒的时候有一个梦，一下子那个观地菩萨跳在我面前，哎呦，我吓醒了，哎呦，但是他就哈哈大笑这样，这种感觉啊，哈哈，就相当于跳下来，从上面跳下，然后就哈哈，就这种感觉。啊，那就说明你修的还不错了，但是我还是叫了，我当时我没想到是他。观地菩萨保佑你。然后他走，然后我醒过来以后，我在想，哇，这是观地菩萨吗？对呀，跑到你家里来护法了，说明你心还是比较诚的。明白了吗？好的，谢谢台长。好。谢谢，感恩台长。